也亏线，迄个是咱济公老师，他每一次下来，拢是哭甲足严重的。为什么？因为伊感觉讲这条路太赤硬路，啊，这条路明明是好路，啊，会当互咱飞天骄子的一条路，为什么呢？为什么咱甲伊当作义字道外，无甲伊重视？所以呢，伊的心是有够艰苦的，他的心是很痛苦的，所以甲互咱知影讲，老师后壁甲咱祝福，希望咱会当过了真快乐的这个啥，的人生。好，那个拜托，你帮或许把第一张的照片把它秀出来，按照顺序。好，各位浅显，咱看这张相片，咱这张相片好无？这人内底有笑容无？哦。好，那我们再看第二张相片。继续，第一张。这一张呢，由头到尾。那么各位浅显，伫这两张内底的比较，你要爱对一张？大家拢希望是第一张。啊，要希望伫第一张，这爱有风范呢。是安怎咱会爱开遮尔济班厝？要来互咱大家会当明理，就是安怎？要希望咱大家拢总是会当成就第一张的笑容，成就第一张的笑容。好，那我们再看第三张，各位浅显，为什么咱无笑容？你甲看讲，迄个铁链。连有遐尼济物件，咱的身躯，连啥物？连着贪嗔痴，后壁佫有两字，咱无伫个贪嗔痴慢意，规身躯咱就是互这铁链甲咱拢连牢的，所以咱着一直要爱这物件，所以咱着一直要抓取，啊，若抓袂着，无达到咱的满意。无达到咱的标准，我们就会产生痛苦的相貌，敢是安尼？所以这个铁链叫咱爱安怎？用着智慧的宝剑，用着智慧的宝剑。既然咱今仔日大家拢有来修行学道，有来咧听道理，就是要互咱用着智慧宝剑，甲这物件拢总甲伊斩断，因为这咱带袂转去。这咱带袂转去，你若看讲，你当像带去小林村遐就好啊，毋是小林村，咱的迄个即个华联的颜色，迄光复村，敢有想着讲一下风台来的时阵，安怎为的？这哪有人想会到？所以有足侪灾劫，咱有发现最近这一两冬来，世界的灾劫有够济无？有够济，啊！这灾劫对对来，话讲天灾，互我讲真好。为什么？因为咱若是知影着咱的空性人，会知影呢？当初有讲着安怎？讲着庄子要增生增子。为什么孔老夫子伊迄个时阵呢，周游列国，去拜访六亲，迄阵是建文时期。因带着地主出去拜访五六国的文王，就是要叫因爱推行着这个安怎人道，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佫叫仁义礼智信，但是呢无成功，而且佫去拄着陈丁带全流，去互围困伫个遐安怎？要到10天。7、8天的时间，你敢知影？互我看到因的影片，是啥呢？食到尾仔的时阵，拄啊好剩一碗糜。这学生呢，安怎要孝顺咱的孔老夫子，将这碗糜甲短放去要互老师食。结果这尔济学生拢无物件通食，加剩这碗糜，你讲伊敢食会落？伊将这碗糜就塞要互一个安怎身体上介虚的食，伊讲伊袂了，大家拢讲
一个讲出真心话，讲恁拢袂晓哦，我是枵甲要死啊！咱讲老有主讲，拄啊好教你讲出真心话。但是安尼加一碗糜，伊敢食会落？讲老有主，伊遮尔有慈悲、遮爱心，伊敢食会落？食袂落。尾啊，将一碗糜甲倒落因咧煮的迄个内底，甲冲水。一碗糜了，甲伊冲水冲个汤汤，啊，济人啉一碗，安尼倒几个时间呢？各位先生，啊，咱紧呢？结果迄个时阵，伊要去说服这帝王，这各国的君王，但是迄阵大家拢要战争，迄个土地愈济愈好，就像亲像即个乌拉克交迄个乌克兰交俄罗斯，敢是土地占愈济愈好，敢有人要放弃的？无，所以战甲真3工外。哦，啊，你看圣经有这啦，啊，所以伫孔老夫子迄期说服无成功的时阵，咱上天老表就知影未来的劫数有够济。为什么？因为大家人讲的人伦道德安怎拢对落啊？人伦道德拢对落啊！所以呢，因为自私自利，人伦道德拢安怎拢对去啊！较拄下早上咱的讲师讲来讲，三个囡仔甲妈妈家饲养，妈妈甲你去家己管伊家己过，要家己申请伊安怎怀胎9个月的帮助。啊，这就是安怎？这是事实的代志。因为囡仔安怎细汉，妈妈甲咱拉拔大，食老的时阵，竟然要家己饲养。哦，啊，这咱是人伦道德拢无去啊。所以呢，咱上天老母慈悲，伊已经知影讲未来的劫数会足济，因为大家道德沦亡。你也看讲咱的老阿祖因迄个时阵，虽然大家拢无读册。毋过因安怎咧教育子女是安怎教育尔？你着爱认真做人，你着爱安怎遵守道德真义。因敢有用足济安怎？用足济即个咱真个迄个教学的理论来咧甲伊教，无？叫因一定爱守住人伦道德尔。安尼人就会当教出圣人的囝呢。啊，咱真个，咱真是敢会当教出财主尔，无法度人教出圣人。因为咱真诶自细汉，咱咧上诶公民与道德，哦，已经拢淘汰掉，道德拢无去啊。因此劫数遮尔济，咱大家爱认真，是因为咱每一个人诶念头发端出去。你的善念出去了，你就去结合彩色的能量；你的念头是不好的，发端出去。你就去结合负面的能量，灰色灰白的，哦，所以呢，人讲啊，天灾是长期以来咱的人的思维的念头去甲伊改变宇宙当中的能量磁场，所以已经安怎无法度啊，已经爱脱序啊，所以才会有遮尔济的灾劫一直来。所以，如果咱若是要互灾劫会当变少，咱一定爱用出仁义道德的心，爱有觉醒的心，哦，啊，就是咱的意识心呢，一定爱是安怎？是光明正大的。啊，那安尼就可以改变我们的磁场，改变咱当地的啥呢？这劫数会当安怎？大化小，啊小化无。但是若小化无的时阵是安怎？小化有吼，咱大家拢无感觉啦，因为心灵甲咱保庇啦吼，仙佛甲咱保庇你毋知诶，你敢会感恩？甲你保庇毋知，你敢会感恩？袂，你一定不懂得感恩的，吼。啊，若是要大化小，各位先生，大化小代志拢足大条呢。这个时阵你来求，哦，互你讲有你有脱关，哦，你有脱劫过。这代志拢足大条的呢，有时候甚至于造下安怎足大的遗憾啊！哦，所以大要化小，必须爱有功德。你爱功德有无？无功德是要安怎叫仙佛来甲你大化小？伊敢会当小甲你化好无？但是你毋知影，敢是安尼？所以你就不懂得感恩啊！所以仙佛来一直咧讲的，就
就是拢咧讲这个物。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懂得感恩，将咱伫道场内底所听到的，爱家己摕转去运用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运用伫咱的职场，运用伫咱的人际关系内底。安尼呢，咱才有法度通好圆满，嘛会当来影响到咱周边的人。咱各位先生，咱正大家拢想讲，家谈就是讲春的下运动，哪像拢无咧办啊，拢来伫安怎大型运动咧办，点倒下来，大家拢要重这个形象，对无？来一间较大间的运动。但是呢，设家谈有什么好处？各位先生，咱伫一礼拜内底，真的要借用大家的掌声。一礼拜内底，咱爱上遮开2间家谈，就是开2间单，一间伫满洲，一间伫啥？伫咱下营江。我们掌声鼓励一下。那么今天呢，咱呢就是咱的人老菩萨较知影的颜良辉先生，伊的主路方式，伊一定呢昨开单，而且呢安怎，互人一直咧想，无人遮准的啦。你敢知影人个事前的工作计划，伊本来有算43种，你敢知影实际来点几种？6种。40种，掌声鼓励。真的，因为咱偌久，毋捌看到1波点40种的有缘人像法准，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赞叹的，也值得我们学习效法的。虽然讲家谈无咧办，毋过咱爱知影呢，迄是老母的宫殿。老母的宫殿叫什么？老母的宫殿叫什么？叫皇宫。老母就是咱的父母。那么呢，我们应该老母住的所在，父母住的所在，是不是叫做皇宫？那我们如果成立家谈，免着足大，人讲加一边壁，一条细条的，会像迄个桌顶安尼，你就可以成立家谈，每天跟老母住在同一间房子里面，安尼有幸福无？那再生掌声鼓励。咱元宵节连迄个因长出开单就无一样。那今天刚好2个姐妹也到了现场，我们请那个元宵节的2个姐妹来出来，大姐出来给咱分享一下，好，感谢。然后。有请处长，各位前贤，大家好。好，后学还是以我比较自然的、比较婉转的语言跟大家分享。首先，我们先感谢今天的讲师，他的笑容很美，他的声音很美，他讲的道理也让后学了解到。我们身边处处都是大道理，而且生活中处处都有美好的事物。那昨天呢，是我们严家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